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麻烦后壁，互我会当用我的泡泡，好无？多谢 ，OK。各位兄姊妹，咱即个所在看到一张图，当你看到即张图的时阵，你看到啥物货？你是看到白色的花间，也是你是看到一对相对的面？Kevin， 麻烦你互我当家己即个 remote 好无？好，多谢。OK。那安尼即张咧，你是看到天使，还是看到魔鬼？天使。OK。即种的图非常的济，咱叫做双旗图、相机图，就是一张图内面有两个无共款的对立的画面，也是无共款的画面。根据你的眼光自接的焦点，你会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忽略另外一部分。总是你搁另外一边去看时阵，你会通看到全部。即位也是英国的威廉王子，伊行出病院。所放去伫一张相片，有诶报纸就讲，你看，即个人足无礼貌诶，伊搁比中指，总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甲伊看。你看到伊手势是比一个三，是咧甲大家讲，阮某生第三胎。即张图是伊拉克战争诶时阵所翕诶相片，有两个美军。甲一个伊拉克的兵，当倒边的即个美国的军人用枪拄着即个伊拉克军人的头，防止伊摕武器来攻击。但是正边美国的军人，伊是摕一个水倒，然后倒水，互伊拉克的军人来啉。若是你敢若看到正边的画面，你大概会安尼判断，即个美军非常的可恶，拢欺负人。阮倒转，你若看到正边的画面，你会感觉即个美军不只有领导，连对方喙焦时阵也会水啉。但即张图是美国的兵甲一个中东的一个细汉囡仔，即个囡仔敢若互即个美国的大兵惊着屁屁喘。总是你若搁对伫即张图来看，较大的背景显示美国的大兵。甲着当地即群的囡仔同齐咧拍球、伫佚佗。新闻记者咧拍因的相片的时阵，甲着因查图的方式，往往互无在现场、无看见全貌的人产生错误的解读。有心的人会将其中一寡图显示，无将全部来显示。共款，咱咧讨论代志的时阵，往往会因为咱自己的焦点无共款。有诶时阵，咱干若看到倒面，无看到正面；有当时咱干看到局部，无看到全面，会互咱对着咱所讨论诶代志有正无共款诶看法，甚至做出罕然无共款诶判断。伫信仰团体生活中间，咱也会对着无共款诶代志有无共款诶意见，也因为即个缘故，也彼此常常伫争论。伫今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保罗先生提起到伫当初时罗马教会的内部发生兄弟姊妹因为意见无共款，彼此互相看轻、彼此互相批评的现象。但保罗也通过即个，甲咱讲，咱安怎伫耶稣基督的信仰内面，会通来避免即种的纷争。但保罗先生。整个罗马书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义人要因为信来得到生命，也是讲因信称义的人会通得到新的生命。罗马人书的第1章到第4章，咧甲咱讲，当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会通互上帝称你是义人。你无搁再伫上帝眼中，你无搁再是一个罪人，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上帝称你做义人。伫第5章到第8章，咧讲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伫耶稣基督内面，上帝所赏赐伊新的生命。即种新的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无搁再活伫罪恶，
无搁再活伫死亡的阴影，也无搁再活伫上帝的受气，也无搁再活伫律法的约束下面。伫第9章到11章，保罗先生咧讲，上帝的救恩，互当初时的犹太人所拒绝，总是临到伫外邦的人。但是到伫日期满足的时阵，上帝要拯救全体以色列人。第12章到第15章，伊咧讨论一个因信称的基督徒，当伊还佫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伊爱面对足侪无共款的人，当伊应该安怎来过一个伦理的生活？安怎来实践上帝已经称伊做义？上帝将伊的义来赏赐予伊。这个所在所讲上帝的义，毋是用喙齿还喙齿，以牙还牙，以言还言这种报复性的义，是互即个破裂的关系会通得到恢复，伫疼的内面会通搁好的义，咱该称作是修正性的义。伫第12章，保罗先生讲，你还佫活伫世间的时阵，你有一个身躯，也佫你活伫耶稣基督的身躯内面，所以伫第12章咧讲，你安怎伫你家己的身躯，甲伫基督的身躯内面来实践上帝的义。伫第13章，保罗先生要讲，你还佫活伫即个世间的时阵，你会拄到真侪无信耶稣基督的人，也你爱面对侪侪对政府、对侪侪政治的团体，甚至无共款信仰的人。对着你的攻击，那安尼，你要安怎伫即款的处境中间来实践上帝义？当第14章开始，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保罗进一步来讲，当伫同一间教会中间，那你拄着甲你意见无共款的信徒，的想法甲你无共款的时阵，你要安怎实践上帝义？伫罗马人书中间，介重要的一个就是信心。伫无共款的 context， 无共款即个讲话处境中间文件即个前后文中间，保罗咧用即个信，伊有3个无共款的赞处。第一个介重要的赞处，就是你得到称作义的信，你得到拯救的信。保罗先生伫第1章到第8章所讲的，就是即个赞处的信，就是讲咱有即款的信心的时阵，咱领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已经为着咱所完成的救恩，互咱的罪真正得到赦免，互咱会通互上帝称咱做义。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无搁再定咱的罪，上时是称咱做义。这是第一个赞处，介根本的一个信。总是到第2个赞处，保罗先生伫第12章中间咧讲，咱有一种信心，是咱领受上帝恩赐来服侍伊即种的信心。第12章第3节，保罗安尼讲：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要对恁逐人讲，毋通看家己上过悬，你着照上帝赏赐逐个人的信心的分量、信心的大小来顶头评估家己。上帝互人的恩赐无共款，无共款的恩赐中间嘛有大小区分，总是咱的信心，毋通上帝互你足大的恩赐，你看轻家己。无够也信心，毋通上帝的恩赐敢若安尼互你，你看过家己上过头，你信心上过头的时阵，你无法度甲所得的恩赐会通配合，那安尼你就无法度真实伫即个所在咧侍奉上帝，因为你迄只是伤过自夸自大，迄只你无尽到伫应该尽的责任。当时第3赞处是咧讲，伫咱生活即个。信仰的生活中间，咱看无共款的代志，咱有无共款的信仰的判断，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信徒，拢是接受福音，总是伊会受到伊过去伊的文化的习俗还是风俗的影响，所以对着足侪共款的代志，却有无共款信仰的意见。有的信徒表现了信心非常的软正，足侪代志毋敢去做。有的信徒表现了信心非常的勇壮，啥物代志都敢去做。罗马人书第14章拄拄咧提起即2种无共款赞处的信心。当时保罗先生当初时的罗马教会有侪人是犹太的基督徒，因犹太人总是相信耶稣基督，总是嘛佫较侪是外邦的基督徒，因本身毋是犹太人，因是外邦人，因拢相信耶稣基督。也拢因信称做义，
因有领受上帝互因无共款的恩赐，总是对着食物、对着节日、守节日，因的看法非常无共款，甚至非常的对立。受到这个犹太文化影响的犹太基督徒，因伫饮食方面比较保守，比较看起来较软正，足侪代志毋敢做。因活伫当初时的罗马城，这个市场内面有足侪食物，特别有足侪的肉。有的时阵，这个肉是用来祭拜偶像，无符合伫因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间的洁净礼，所以因毋敢食肉，因敢若食菜。就是看即个肉真好食，嘛毋敢去食，因为惊了食即个肉，因会去犯着罪。若是外邦的基督徒认为讲，所有物拢是上帝所赏赐，就是肉嘛是上帝所赏赐，就是即个肉用来祭拜偶像，但是我若用即个清气的心来领受，那安尼，即个肉袂因为讲伊祭拜过偶像变了较好食，也是变了较歹食。只要我相信这是上帝所赏赐我的，上帝通洁净伊，我就通好好来享受所食的肉。这是其中关于食物中间非常对立的看法。除了这以外，犹太的基督徒非常重视节日，因认为有一寡节日是比普通时啊日子搁较要紧、搁较重要，对着因的信仰的生活意义重大。譬如讲搬过节、大寮仔节、收藏节、赎罪日，也是安息日等等。因认为讲，阮做犹太基督徒，阮犹原爱好好遵守这个节日，阮若无遵守，阮就等于咧犯罪。总是相对来讲，这个节日对着外邦的基督徒并无特别的意义。因认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时间是上帝所赏赐，所以日日是好日。有遵守这个节日，无遵守这个节日，无有对着咱的信仰大的影响。所以犹太基督徒因只食菜，毋敢食肉，遵守这个节日，为着避免因犯罪。所以呢，日子过了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保守，也非常的固执。保罗先生承认讲毋敢做，所以信心某一个程度表现出来是信心软食的，毋敢去食肉，毋敢无遵守这个节日。若是外邦的基督徒认为所有物件上帝所赏赐拢通食，伊看每一天拢是好日，所以伫这个饮食甲着节日的代志顶悬，因表现了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自由，也非常的开放。保罗称因是信心勇壮的人。你认为保罗先生是信心软正的人，也是信心勇壮的人？保罗先生伊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伊佫讲我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伊非常知影犹太文化的背景，伊知影犹太文化的优点，嘛知影伊的弱点。所以原本伊若是做一个犹太人，伊会比较倾向伫遮个信心软正的人。总是保罗先生伊有悔改来成做基督的门徒，像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伊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传互遮个足济的外邦人。伊的信仰已经超越伫犹太文化的限制之上，所以伫伊内心内底，伊较认同遮个信心勇壮的人。咱若对于其他的相关的经文来看，保罗先生显然是较偏向伫信心勇壮的人。总是当伊咧讲信心勇壮的人甲信心软正的人中间相处的时阵，伊对着遮个信心勇壮的人，伊有一个特别的教导。保罗先生对犹太文化出来，伊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伊会通对犹太人传统的文化来了解耶稣基督福音。伊嘛会通对耶稣基督福音倒去看，到底犹太人的文化的优点甲缺点伫倒位。伊知影犹太人的文化甲风俗节日中间会通帮助犹太的基督徒伫因的信仰中间的生活内面，会通愈体会耶稣基督福音的深度，甲着伊的宽度。但是伊无用准用遮个传统的文化习俗来限制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福音所得到信仰的自由，也无应该根据遮个风俗文化来论断外邦的基督徒因信仰的生活是对也是毋对。所以，共款伫一个罗马教会中间，咱看到两个无共款的群体，
一个是犹太基督徒，一个是外邦的基督徒，因中间的差异。共款拢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总是有信心软者的，甲信心勇壮中间的差异。彼此中间对着食物、对着节日的意见，毋然是无共款，常时是互相对立。那安尼，因要安怎互相来相处？这是保罗先生讲，伫即款的处境中间，你安怎来实践上帝的义？安怎伫即个差异中间来回应上帝互你的救恩，常时实践上帝互你即个会通互人更好的义？但保罗先生对着这信心勇壮的人，特别有一个要求。伊讲，恁信心勇壮的人，甲信心软者的人，恁的意见会通维持无共款，但是恁着爱彼此互相尊重，毋通看轻对方，也论断对方。保罗先生虽讲较倾向伫遮信心勇壮的人，总是要求遮外邦的基督徒，恁毋通看轻遮信心软者的犹太信徒，认为讲因着毋对。外邦的基督徒无了解这任者对着犹太基督徒因信仰中间迄个深刻的意义，所以你无需要对着因安尼去做，嘛无需要因为缘故互你足大的限制。但是你毋通看轻因，当因心内有犹豫，讲你较去食吧，你较无守节日的时阵，恁着爱尊重因的看法，毋通甲因做辩论，毋通想讲我来甲恁辩论，我若辩论赢，你着对我行。反倒转，你着体贴因，尊重因的选择。即使若有机会甲因同齐食饭的时阵，因为听的缘故，你迄个时阵无爱食吧。甲因同齐咧聚会时阵，为着因的缘故，迄个时阵甲因同齐欢喜来守节日。相对来讲，保罗也要求这个信心软者的人，你毋通去论断遐个信心勇壮的人，讲因食饱就是犯罪。讲因若无守节日，因就无属灵。无论是犹太的基督徒，也是外邦的基督徒，无论是信心软者的，也是信心勇壮的，拢是上帝所已经接纳的，拢是上帝的儿女，拢是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因生命的主，因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但你是啥物人？你为着什么代志在论断主的奴仆？保罗先生线接来对着双方的人安尼讲：你是啥物人？你会通去论断别人的奴仆？因是会徛会牢，也是会跋倒有的主人伫地。常时，伊若是遵守上帝的话，上帝会互伊会通徛在，上帝会通帮助伊。当信心勇壮的人看轻信心软者的时阵，毋也是敢看轻因啊！你是常时咧看轻因的主。当信心软者的人咧论断信心勇壮的人，你毋是敢咧论断因，你是咧论断因的主。咱若是尊重主，就爱尊重主的奴仆，毋通看轻因。咱若是听主，咱就听主的奴仆，毋通随便来论断伊。为着主的缘故，双方就彼此尊重，互相包容，毋通彼此论断，彼此看轻。保罗先生即款的教示，教着耶稣基督教示是一致。耶稣教导门徒的时阵，讲恁诚做上帝国的百姓，恁着注意一项事，毋通批评人，才互恁免受上帝的审判。因为恁用什么款的标准来批判人，上帝也要用这款的标准来甲恁审判。恁用什么款的量器互人，上帝也照安尼来互恁。耶稣阁继续讲，恁是安怎简单看恁的兄弟目睭内面的柴油啊，就是非常细枝的刺，恁却无注意到恁家己目睭内面有一个柴箍，非常大的柴目。你家己目睭内面有柴箍，他会通对你的兄弟讲：你目睭内面有柴油啊，我甲你摕出来。耶稣讲，当你要安尼做的时阵，你看到别人的即个欠点，别人的即个过失的时阵，你无先反省你家己，是毋是有共款的欠点，有共款的失错的时阵，你着要来讲我帮你，你着安尼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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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是对。耶稣讲，你是一个假好的人，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若真心关心即个兄弟，真心关心即个姊妹，
你着先从你家己目睭内底的查考先摕出来，你才有法度看清楚，从你兄弟目睭即个查友啊，会通帮伊来摕出。论断别人，毋仅是互别人甲你论断，佫较严重的是上帝要审判你。这是咱不得不伫主的面前，着爱非常的谨慎的一件代志。当咱落伫咱要批判兄弟姊妹、论断兄弟姊妹即款的应有中间，毋是咱无看到，是咱看到时阵，咱的主要求咱先做常事，先审查你家己，先看你家己。若无，咱对着别人的论断，就容易成做别人的窒碍，成做别人的绊骹石，互别人来绊倒。毋是通过即个，咱会通造就咱兄弟姊妹。毋也是安尼，迄个时，咱会落入假冒伪善即种的陷阱。耶稣讲，互人绊倒的代志，无法度避免，总是迄个互人绊倒的人有灾祸。对着遮个代志，咱就爱谨慎。保罗先生继续对遐个看轻兄弟姊妹、论断兄弟姊妹人提出一个警告：你即个人啊！你啥事论断你的兄弟姊妹？你啥事看轻你的兄弟姊妹？咱有一天拢要徛伫上帝审判的台前，咱所有做的代志，拢爱向上帝来交涉。伫上帝的台前，就是爱面对上帝的审判，像是这个审判是要对上帝的家来开始。每一个人，咱基督徒，无论信久还是拄拄相信。咱每一个人有一天，拢伫基督的台前显露咱家己，咱所行所做，拢根据即个来受到上帝对着咱的保佑。咱必须要交代，咱是啥物代志来看轻咱的兄弟，啥物代志来论断咱的兄弟姊妹，是特别是伫咱的用语中间，耶稣特别交代一项事，着爱细腻你的讲话。人所讲一切用仔话，伫审判你。逐句拢着爱负责任，因为上帝要用你的话来判你无罪，也是要用你的话来断定你有罪。兄弟姊妹，咱一生的光阴非常的有限，咱的气力也非常的有限。咱若是听上帝、听基督、听教会、听兄弟姊妹，咱是爱集中咱的力量来侍奉，咱来追求互上帝所欢喜的代志。无应该浪费咱的时间甲精神去讲别人的八卦，讲别人的用仔话。特别咱做长老的人、做执事的人、担任同工的人，咱特别爱细腻咱的喙，因为当咱咧论断别人的时阵，咱可能是论断咱家己。保罗先生特别伫罗马人书第14章17节到18节讲，上帝国无在伫遮任接，上帝国。是靠着圣神所赏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用安尼来欢喜侍奉基督的人，会互上帝所欢喜，嘛会通得到人的学乐。事实上，咱称耶稣基督做咱的主，这是因为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听的救赎，上时通过伊听的救赎，互咱的生命、咱的生甲死，拢甲耶稣基督的死，甲伊的搁活。伫这个所在会通结连做伙。但保罗先生煞接安尼讲，咱中间无有一个人会通为着家己来活，也无有一个人会通为着家己来死。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咱是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无论咱是活也是死，拢是主的人。为着安尼，基督有搁活，上时基督有搁死。伊要做死人甲活人的主。基督徒的性命无搁再属伫家己，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回，所以伊的生甲死拢属伫主耶稣基督。若是咱的生甲死拢属伫主，那安尼对着食物甲着节日的态度，咱也着爱为着主耶稣基督来食来做。也是为着主耶稣基督无食无做即种的态度，守日子的人是为着主来守，无守日子的人也是为着主来无守。食的人是为着主来食，因为感谢上帝；无食的人也为着主来无食，伊也感谢上帝。遐个意见、遐个做法，甲咱无共款的兄弟姊妹，
也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赎回的。咱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咱若照着伊互咱听的诫命来行，恁着彼此相听，即个新的诫命来行。那安尼，当咱甲咱的兄弟姊妹互相相处的时阵，着爱避免一项代志，毋通彼此批评、彼此论断，低价互别人来驳倒。保罗先生爱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安尼讲，所以我爱恁立一个心志，恁毋通搁再互相批评，批评到即个所在，着爱停止。恁着爱决意，毋通成做兄弟姊妹信仰的阻碍，毋通互人绊倒。你若搁互人绊倒，上帝的确要审判你。孔子教导伊学生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讲，君子对待别人宽宏大量，追求广大和谐，无求对方的意见，就爱甲我的意见同款。但是小人却要要求别人的意见，就爱甲我同款，总是无即款广大和谐的度量。这是一句不只有智慧的话，会通清楚人甲人中间的相处。你是一个君子，也是一个小人。小人就是常常伫人的背后咧讲别人歹话的人。如果咱是干那咧处理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我认为孔老夫子的教导已经教育咱用。总是如果咱若考量到教会是基督的身躯，信徒的性命是甲耶稣基督的性命三角结连做伙。咱若考虑到有一天，咱拢要徛伫上帝审判的台前，那安尼，咱毋定是爱亲像一个君子，和而不同。咱爱伫差异中间来追求伫主内面听的合一。伫教会团契生活中间，保罗先生甲咱教了非常清楚，恁着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恁着尽力来保持上帝所赏赐圣心内面的合一。我个人非常欣赏奥古斯丁伊所讲的一句话，讲伫教会中间难免有意见无共款的情形，总是咱有一个原则，伫根本的代志顶悬，咱着追求合一；伫无根本的代志顶悬，咱着彼此互对方有自由。总是伫凡事顶悬，咱着彼此相听。这种的听，毋是创向罪恶的听，这种的听是十字架的听。这种的听是我靠上帝的义来赢过人的不义，是我靠上帝的善来赢过恶。这种的听，拄拄亲像马勒特蕾莎伊所讲的，听，直到你受着伤害，毋是别人受伤害，是你家己愿意伫听的过程中间受着伤害。真正的听，对上帝来听，亲像耶稣基督一样，总是会经历伫遮的痛苦甲伤害，总是拄拄因为安尼，这种是真正甲纯粹的听。这种的听会通帮助咱伫尊重彼此的差异中间，来追求上帝真理内面听的合一。亲爱兄弟姊妹，期待咱的教会中间较侪君子，较少小人。期待咱的教会中间，咱诚做主的信徒，伫差异中间追求听合一，才能当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是嘴唇无清气，搁徛伫嘴唇无清气人的中间。你的囝耶稣基督教导阮，毋通论断别人，免得阮被论断，也互上帝所审判。伊阁教导阮做伊学生，着爱彼此相听。阮伫你面前向你忏悔，阮真做家己是上帝的儿女，总是阮常常论断阮的兄弟、阮的姊妹。阮称阮家己是基督徒，总是阮无彼此相听，反倒当是常常彼此咧论断。求你赦免阮的罪，除去阮的不义。求你用你的圣神亲像火炭。来洁净阮的喙唇，求你
禁止阮的嘴讲出伤害兄弟姊妹的话语，互阮因为尊敬你，也尊重所有你所竞选上帝的儿女。因为听你的缘故，阮会通听惜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赎回的兄弟姊妹，帮助阮，互阮伫你的听内面，阮真实彼此会通了解。阮若认有做毋对，有失差错，互阮有这款的勇气，通求别人的赦免，通求别人的了解。阮若是有人得罪阮、伤害阮，阮也伫你的面前对主讲：主，阮的心会通了解别人。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让我们牵求神魔鬼。